係，大家好。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去介紹下呢套逆齡冷療系列，日本 Estor 嘅最新科研發明。咁所有我哋曾經電髮會擔心嘅嘢咧，而家全部都解決晒啦。譬如話嗰啲金屬染料啊、角蛋白直髮啊、縮毛矯正啊，甚至乎係一啲高度嘅漂染或者 highlight， 佢都可以一次過處理晒。咁佢又分咗3個係乳液，強嘅、中嘅、弱嘅，同埋3個水劑，強嘅、中嘅、弱嘅。100分嘅乳液適合輕度受損嘅頭髮，70分嘅乳液適合中度受損嘅頭髮，20分乳液適合高度受損嘅頭髮。CWL100專做輕度受損嘅頭髮，健康或者處女頭髮可以同時配PRO 120去使用。CWL50處理一般漂染嘅頭髮。CWL20專處理一啲高度漂染嘅髮質。乳液同埋水劑混合使用，除咗可以做到冷燙之外，同時可以做到快速燙同埋瞬直，3種唔同嘅用法，效果保證滿意。